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丢卡凳茶，台语安尼写，丢卡凳茶。去到直跺脚，台语就是丢卡凳茶，就是真激动、真着急、真不满、真生气，气甲骹安尼抬着，大力安尼抬站。后生讲伊老爸，这老爸是互因囝气甲丢卡凳茶。啊，伊是气甲呢，丢卡凳茶，一句话拢无讲，越头就走。来讲这个丢卡凳茶丢，气噗噗，气甲规个人丢起来。啊，要去山顶的路真无平，一路上这个车拢丢甲真厉害。伊摸彩摸到头奖，现金是100万，抢甲切切丢。还有咱之前捌讲过，食桥才会笑着。啊，若丢卡凳茶顿心肝，捶心肝，顿落坐，跌坐在地上，食一顿饱，饱餐一顿，把这个车顿伫路边，把车停在路边。今仔日的台语字丢卡凳茶，实在真趣味。